彰化县惠林县的西螺大桥已经有超过70档的历史了。前一站有民众伫桥顶骑奥多摆累残，所以西螺大桥对今仔开始要封起10天来修理，嘛已经向中央争取到2亿的预算，针对新生佮阿门头落去的所在要来翻修。 民众骑奥多摆经过西螺大桥，啊，毋过两边春秋旁的点仔架路煞铺起来，和一般的点仔架路面悬加差几来公分。民众若骑车经过，就真有可能会累残。用路真的很危险啊！那个又是靠墙壁啊，靠那个桥的旁边啊，那摆动很大。那骑过吼，你啊骑过，你有当时啊老岁仔人啊骑到慢就倒会倒车来危险。 捌互号做远东第一大桥的西螺大桥，1953年通车到达已经超过70档，全长差不多2公里，下过落水溪接连彰化分林，嘛是当地出名的地标。2013年的时，彰化县府接管，最近接到未少民众反映车路的问题了后，对15方桥10日进行车路征收。在前一阵子有发生车祸，民众有提出国赔，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次来做一个整修。那未来这个是初步的整修。 未来我们有跟中央争取的超过2亿元的经费去做这个桥梁，包括补墙、粉刷的工作。彰化县府表示，因为西螺大桥是文化资产，维修的单位若要做整修工程，拢要提出完整的计划。即马先封桥10日整修车路，后续会阁针对桥底补强、甲桥重新擦过等等，打算规划西螺大桥维修补强工程计划来做整体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